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我是妹妹。今天的影片呢是我在台湾的最后一天，然后呢我明天就要飞了，大家。那我现在呢来到了饶河夜市，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影片就是我离开台湾前要吃爆台湾小吃花生冰淇淋春卷。我觉得真的好臭哦，就是吃的时候也会感觉到那个臭味耶，大家，好特别的味道。这个是我刚刚买的绿豆沙。好好喝哦！天哪，明天就是明天了，大家。Oh my god！ 我好舍不得台湾哦，各位。我现在来到了桃园机场第一航厦。我现在出境了耶！我现在已经不在台湾了，大家，给大家看一下机场。我现在呢前往我的那个登机口、登机门，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航班是哪一个。我的航班就是今天9点半的往杜拜的这个航班。我现在的心情非常的复杂，就是又很开心、很期待，然后可是又很舍不得台湾的那种感觉。现在要上飞机了，这个是红毯呢，大家。我现在在飞机上了，然后在找我的座位。大家，我现在呢来到了杜拜国际机场，耶！然后我现在呢来到了一个超大的免税店。我们等一下来跟我一起逛逛吧，因为我的下一个航班呢还要等，就是可能3到4个小时左右，所以我其实现在还有时间。我现在来到了杜拜嘛，所以呢，大家可能就觉得哇，这个明美肯定不是要回蒙古。没错，我这次呢不会回蒙古，我这次呢要去欧洲。对，我这次要去欧洲的捷克，所以我就是在杜拜转机，然后再到捷克这样子。我现在呢要跟杜拜机场说拜拜了。飞机的空姐他们就是拿了一个超大的那种拍立得，然后就问我说，可以拍照吗？然后我就说OK， 好吧，好啊。然后他们就居然送给我这个，我觉得超可爱的。忘记跟大家说，我现在呢，其实从杜拜到布拉格飞行的时间是6个小时半，我现在还剩3个小时哎，大家。3个小时之后我就到欧洲了，好开心哦，超开心的。现在来到布拉格机场了，大家。好，大家，我正式的入境捷克了，好开心。然后呢，我现在那个托运的行李也拿了，大家看。对，那我们现在就出去吧，好期待哦。
好，大家，我今天呢是我在欧洲的第一天，然后呢，现在就是明美在欧洲的地铁初体验。哇，这个地铁站也太酷了吧！这么大一个，而且现在真的完全没有什么人。大家可能好奇，明美这个人呢，怎么没戴口罩呢？我来到欧洲之后，发现这边的人我真的没看到一个人是戴口罩的耶，大家。我那时候下飞机之后，只有我一个人戴着口罩，其他人都完全没戴口罩。所以呢，我就想说，直接来跟他们通话，对，直接融入欧洲的生活。地铁来了，大家！天哪，他们的地铁好可爱哦，是这种橘色、红色的耶，大家。好，现在进来了。现在呢，来到了布拉格最著名的查理大桥，这边还有伏尔塔瓦河，蛮多的游客拍照啊什么的，好像来到童话世界的那种感觉。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欧洲的这个地板呢，就是都是这种石头的耶，大家。所以呢，就是在来到欧洲的话，就是穿运动鞋的话比较好走，就是脚比较不会酸这样子。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是我在捷克的第二天，然后我现在呢正在出门，今天呢会去那个布拉格的。市区中心这样子，而且在捷克天气超棒的，大家。好，那我们现在呢，从这边就是打那个电车到市区，他们的电车蛮可爱的。然后呢，他们就是把这个电车呢叫做 tram， 对。现在好像20几度吧，蛮舒服的。而且我觉得这边的天气就是不像台湾的一样那种潮湿的，这边是比较属于那种比较干的那种。好，大家，我们刚刚下车了，这边超美的。我现在呢来到了后面的这个写说 exchange， 然后我现在在这边先换一下钱，因为我现在身上呢带着那个欧元，对，欧元，然后现在就是换成捷克币这样子。我刚刚呢换那个300欧元给大家看，换300欧元的话就是会有7000多块捷克币，给大家看一下捷克币长这样子。哇，我也是第一次看呢，大家太酷了吧！然后这个是哦，还有硬币耶，他们还有硬币。我现在呢来到了一个教堂里面，然后呢现在准备要开一个演奏会。大家刚刚听完演奏会了，他们刚刚就是在那个2楼的那边就是演奏这样子，然后我们在1楼这边就是坐着听演奏会。我以为会在前面这边他们会演奏，结果他们在楼上演奏给大家。然后我今天第一次就是进来到教堂里面，我觉得超酷的耶。然后呢，这个教堂呢叫做 Saint Nicholas 教堂这样子，给大家看。超美的！现在是晚上7点呢，可是现在在捷克就是，还是很像白天的那种感觉。哇哦，天还是亮诶，大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刚进去听演奏会的教堂，就是后面的这个也是捷克，就是布拉格这边的蛮有名的一个很大的教堂。
大家，我现在呢来到了布拉格最大的商场，叫做 Palladium。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商场里面的一个超市，这个呢就是很像我们台湾的那个全联跟家乐福那种。这个超市呢叫做 Albert Supermarket， 对。我发现就是这边的超市，像是台湾的全联什么的，都会唱那些歌，就是福利小福利那些歌。可是我觉得这边的超市蛮安静的，好像只有那个播那个 radio 这样子。给大家看这个捷克欧洲这边的牛奶是长这样子诶，大家就是一罐的那种。然后这个是1公升的牛奶，而且这边就是有超多的奶油类的东西给大家看。像是这个在蒙古会吃诶，大家这个叫做 smetana， 然后这是比较肥的那种，算是奶油，然后这个蛮好吃的，跟吐司一起吃超好吃。然后这边这些区域就是很多的奶油在这边。我刚刚买了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俄文叫做 maslo， 对，然后这边也是写说 maslo 这样子，这个超好吃的，早上跟吐司一起吃超赞的。这是芒果果汁，对，我们一起喝，干杯！来到布拉格第一次买这种果汁，哎，这个蛮浓的，蛮好喝的。好，现在呢买完东西，然后现在准备要回家了。然后现在呢，在这个车站就是等那个电车来。好，现在呢来到车上，然后人也是蛮多的，所以呢，我想说，我来戴一个口罩，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在台湾买的口罩，哎，给大家看，有这个台湾的国旗，我觉得超可爱的，而且上面写说 Love Taiwan， 超可爱的，对不对？我这个是特地从台湾带来欧洲的口罩，给大家看一下我刚刚招来的这个电车，超可爱的。它一般都是有这种2个耶，大家这边1个跟这边第2个这样子。在欧洲就是晚上的时候，其实蛮凉的，对，蛮凉快的感觉啊。对，然后呢，就是在这边坐公车啦，或是坐这种电车，就是不像台湾一样，就是一直都要刷卡的耶，大家。这边的话就会买那种月票啊，或是可能72小时的那种票。那个票的话一定要买，以免之后专门的人会检查什么的，然后发现如果你没有票的话呢，被那个罚钱这样子。对，耶！哎，我们来到我们家这里都没什么路灯哎，好黑哦。这样子。布拉格最著名的查理大桥，然后下面的就是它，伏尔塔瓦啊，对，好，然后呢这边还有伏尔塔瓦河。